Hello， 大家好，我係 WCG Markets 高級業務經理張思海 Reno 啊。咁最近市場咧就發生咗一個地震級嘅事情，咁大家都見到嘅啦，期盼已久嘅現貨黃金價格已經正式衝破咗每盎司4000美元嘅歷史大關啦。究竟係咩因素令到黃金咁瘋狂嘅咧？答案就係美國政府又停擺啦。呢個唔係一個簡簡單單嘅政治鬧劇，而係今次嘅衝擊對於黃金交易嚟講咧帶嚟一個好巨大嘅機會啦，同時亦都隱藏住一個爆炸性嘅風險嘅。今次呢條影片咧就會同大家咧準備咗一個最精華嘅懶人包，唔單單係解釋咗停擺嘅前因後果啦，仲會更加話俾你聽點樣去捕捉呢一個政治危機帶嚟嘅一個巨大交易機會。政府停擺咧係發生喺美國國會嗰度嘅，因為咧佢未能夠及時通過新一個財政年度嘅撥款法案，導致到咧政府嘅一啲非必要部門，好似國家公園啦，同埋部分嘅政府行政機關咧，因為缺乏資金運作啊，從而被迫關閉嘅，導致到大概有75萬嘅聯邦僱員咧將會面臨無薪假期嘅。請注意一下啦，呢一個停擺咧並唔係債務上限危機嘅，今次咧美國咧就冇一個國債違約嘅風險，佢嘅影響咧係影響翻政府嘅日常運作，從而造成到一個咧經濟嘅短期活動嘅放緩啊，最主要咧就係會影響到佢嘅短期流動性啦。咁停擺咧係由2025年嘅10月1日開始嘅，核心原因咧就係共和黨同埋民主黨兩黨喺預算嘅僵局問題啊，咁喺政府嘅支出同埋嘅預算優先事項嗰度咧產生咗一個好巨大嘅分歧啊，咁無法達到一個咧短期或者長期嘅資金協議。共和兩黨有唔同嘅要求啦，共和黨要求大幅削減咧佢嘅開支嘅，特別係喺社會福利同埋環保項目上面。咁民主黨咧就係反對大幅削減開支嘅，調翻轉反而係主張咧想要增加支出嘅部分，特別係喺翻教育同埋醫療嗰方面嘅。過去停擺咧往往都係一個好短嘅休假嘅啫，但係今次嘅情況唔同啦，令到嘅市場咧十分之高度緊張啊。首先第一樣永久性裁員嘅風險，今次白宮咧就發出咗一個信號，可能咧會考慮將部分臨時休假嘅聯邦僱員進行一個永久性裁員，令到市場擔憂今次嘅停擺可能影響嘅唔單單係一個暫時性，而係會對美國一個勞動力嘅市場造成一個長期嘅損害啊。如果發生嘅話咧，呢個將會係一個前所未有好強硬嘅措施，會對美國嘅 GDP 造成一個更加難以恢復嘅負面影響，從而加劇衰退擔憂。咁而每停擺一個禮拜，預計美國嘅經濟就會損失超過150億美元嘅。停擺嘅時間越長，影響就會越大。更加值得我哋關注就係經濟數據嘅停擺啦。呢個咧就會造成一個咧資訊嘅真空期，關鍵數據好似非農業就業報告 NFP 嘅數據咧就會延後公佈嘅，令到美聯儲喺制定利率嘅決策嘅時候失去咗一個好重要嘅參考，市場唔確定性就會大大咁增加，缺乏呢啲數據嘅指引就會令到市場更加係依賴避險情緒同埋技術分析去進行交易。不確定性同埋長期嘅風險，正正就係驅使資金湧入避險資產嘅核心動力。政府停擺係美國國家治理能力出現問題嘅一個體現。美國政治嘅不確定性令到投資者對於美國資產咧感到不安，削減咗投資者對於美元資產嘅信心。過去3次較長嘅政府停擺期間，美元指數普遍都會呈現一個下跌嘅趨勢，證明政治風險係會驅動資金離開美元。大型嘅投行普遍觀點咧都係認為停擺會打亂咗美國嘅經濟節奏。為咗管理經濟風險，美聯儲可能會被迫考慮實施翻風險管理降息啊。降息嘅預期一旦升溫啊，對於美元嚟講咧，絕對係一個致命性嘅利空啊。黃金市場爆發咧，最主要就有3個邏輯因素嘅。第一個，政治同埋風險嘅雙重風險溢價，停擺就會放大咗美國嘅政治機能失調同埋經濟衰退嘅風險。喺呢種極度不確定嘅環境底下，投資者就會啟動咗一個恐慌性購買FOMO嘅情緒啦，資金就會從高風險嘅資產快速咁轉移去翻一個低風險資產，好似貴金屬咁樣啦。第二個，美元走弱嘅直接推動，黃金咧就係用美元去進行計價嘅。當美元走弱嘅時候，就會對於非美元嘅持有者嚟講，購買黃金變得更加平啦。呢個係一個經典嘅反向關係，美元跌，黃金升，形成咗一個互相推動嘅良性循環。第三個，數據真空嘅焦慮，喺今次嘅停擺就會導致咗原本要發布嘅非農業就業數據等等嘅相關資訊咧延期啊。咁市場咧就會陷入咗一個資訊真空期，交易員就會覺得無所適從啦，就只能夠將黃金作為對抗一個唔確定因素嘅最佳嘅工具。黃金突破4000美元大關啦，
對於美國嘅政治風險同埋經濟焦慮係一個直接嘅反應嚟嘅。停擺事件咧，事實上亦都反映咗市場上對於美國嘅財政赤字規模同埋嘅債務問題咧嘅一個深層焦慮。黃金唔單單係一個短期嘅避險，更加係對沖美國長期嘅債務風險啦，同埋政府嘅信譽風險嘅一個工具。最關心嘅一個部分啦，我哋應該點樣去應對停擺帶嚟嘅交易攻略提示呢？咁嘅核心原則咧就係停擺嘅時長係決定翻咧資產嘅表現啦。策略一，如果係短期嘅情況，譬如好似佢突發咁達成一個協議啦，國會咧就會迅速喺短期內咧撥款協議啦，咁避險情緒咧就會迅速消退，黃金咧就將會面臨一個巨大嘅回調，或者係已經獲利回吐嘅壓力，可能會導致短線嘅做空啦，或者係平倉出場嘅機會嘅。咁策略二啦，就係一個長期嘅情況啦。如果僵局咧再持續超多過2個星期嘅話咧，兩黨嘅持續僵持咧就會令到嘅停擺時間越嚟越長，市場咧就會開始反映擔憂對 GDP 啦同埋企業嘅盈利一個實質嘅影響。黃金就會維持喺一個多頭嘅部位咯，避險嘅光環咧將會繼續持續嘅，黃金就會有機會可以進一步擴衝上去嘅啦，甚至乎可以去到4300、4500邁進都唔出奇嘅。咁不過值得需要注意嘅係，停擺一旦結束，所有延後嘅關鍵數據咧都會集中去公佈翻出嚟。咁呢啲數據咧就可能咧會令到市場咧產生一個劇烈嘅波動。總結一下，今次美國嘅政府停擺啦，短期內咧為黃金交易帶嚟咗一個千載難逢嘅機會，但係同時咧亦都考驗緊我哋對於風險管理嘅能力。你認為今次美國政府停擺會持續幾耐先？你又覺得黃金可唔可以繼續企穩喺4000美元呢一個新嘅台階？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嘅話，唔好忘記 like 同 share 呢條影片，留言分享你嘅睇法，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拜拜。